下，你快去请医生来为先生死命。是。母亲，孩儿晚夜点禀告，我儿夸生，孩儿在母亲丧了，想结交面壁，与先生离婚。我儿照顾先生真是难得，稍事得为了皇内乡送去便是。母亲，万是让孩儿亲自送去做官吧。我儿知礼。你
长以来，凡是我的使用，不是先尽量样子，让一共清风扫把。想来有这此处，做贼真。想什么？想什么啊？想来带个名字。你看我的脸红绿多么有长的乱过，长在我王在的脸上了，真正的相思哟。夫君也只相思苦么？夫君啊。
你们也好与你分忧解愁。娘自己把我塞到这边，那我是这样，是这样啊！那我去安心啦！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啊？娘子，你既算有八个问题，那我去想问你一个不真实的命题。不真实，你在死刑老师替孩儿请了两位死主先生，请他从轻讲解，不请先生进来换言来。夫君也是不知那张先生有病在身，故而不忍先去。是先生有病，那我就远把你赶去穿房里了。不是啊，那张先生有病在身，你尚要进去，他岂不要周旋于你？你反倒替他添了许多的麻烦。你是怕他来周旋于我？天生烦恼，反而不美。先生这也好，这也好，他这也好。我读过张先生的文章，他是如此之句，谁我恨你？哎呀，娘子，说话说得好，女子无才便是德。哎呦，那我家之分一定是吃的。没事，下山。那张先生相貌是好啊，婊子。这样说来，他的才貌上进，我去见他，是乱天堂，反而不美，是乱比我这个满身风吹的商人将此不美了。哪里称？没想瞎子。夫君，你此次经商为廉，随身带了许多的盐吗？盐涨价了。盐涨价了，涨了。你明明知道为取得这些事，夜夜期盼郎君，上有多水无人弃去，偏偏喜欢挑开我的伤口，杀你。你不知道我痛吗？我哪里带你什么盐？我心里带你是醋，难道你就不知道我的心也会酸吗？不说是酸。趁钱没想出去，出去。趁钱莫要许恩爱，恩爱还是真不嘞？没想去了，有话说话。在外辛苦打拼，你却身在家中，与那张秀才组成不可之事。张先生，他是个好人，他不是好人，你也不与他相好，你不要生太疼神，这大道真美丽，张谁他的心头的，你岂不是临江的，真正太渣。
事情做出不端之事，我要从此不养。你堂子，他无以报答，此事都与你心言不得。我劝这做事要张，出剑要杀，我这个人不出剑要杀。修在长修在你修昂之中，千言诵经，不人讲，什么管理经的，说明上香了。是啥？可你二来是也是相亲啊，和你之间，我女与何是相聚呀？今夜中情有力量，结出心出山庄，土里家族上山路，聚少离多不在上，一大里，人他平常在路旁，我这里灯下上花美郎，心谁天啊！这是歪明天来看，分明他前的法会到死吧。什么门一悄悄落。